来看今仔日伫咧高雄有一场特别的棒球运动会，是华山基金会带200外位时代，加职棒的球员做伙运动练身体，阁有拍通关的活动。现场嘛有安排一位81岁阿公穿球衫来开球，让这个阿公少年时阵想要讲棒球的梦想会当实现。请开球，好球！ 今年81岁王阿公穿球衫，手举特制八达替活动开球。王阿公无带无生囝，一直拢是华山基金会关怀对象。平常时上大的娱乐就是看棒球，因为罕有机会去体验讲棒球的趣味。基金会特别甲职棒球队合作，带200外几个时代做过来趣味一个，也互王阿公愿望。你较早捌讲球过嘛？唔捌啊，做的啦，做这个这边安尼和大家做伙耍安尼有欢喜无啊？有啊，做可以啊。比较少机会像这样实际跟球队明星还有啦啦队一起来参与活动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促进社会参与的活动，让平常久居在家的独居长辈可以走出家门。活动有职棒球员甲时代做过讲球练身体，现场有安排牛血压、加头毛、加增加等服务，互时代会当规个人来外拢健健康康。家己我袂晓加啦，我加到老岁。 所以给你安排这样，对你帮助足大吼。系啊，足好啊。我们很常发现长辈长期指甲会增厚变形，然后之后就会有灰指甲的问题。那其实相对的感染几率就会变高，这样子。那我们也会担心，就是有一些会有担心到蜂窝性组织炎啊等等的一些细菌感染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做好清洁、那保养。因为时代拢是家己一个人大较济，若是不定缺点厝，难免会心情歹。基金会望透过活动，互因加出来外口行大，甲人群接触，会当活动身体，心情嘛会较快活。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。